阿姨，我原来以为他套进去上千万，原来只有300万，这其实不叫个事儿。对你来说当然不叫个事儿了，可能对我们来说，300多万那都是天文数字了。你这车一看就很贵吧？阿姨您还真懂车。阿姨也是见过世面的人。哎，你跟阿姨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追然然？暂时还没有追到。阿姨觉得你肯定行，加油啊！但是你得有点耐心。阿姨，您又不是不知道您女儿那个犟脾气。我还不知道她那脾气一上来能把人气死。哎，阿姨，你也别怪然然，她最近呢确实压力比较大。所以呀，小凯，你呀也得多包容包容她的倔脾气，好不好？好嘞。阿姨，要不然我跟您去一趟三亚，看一下你那质押房子的事情。好啊，好。行。我妈，妈，跟你说个大惊喜，我和你妈商量好了，这2天来一趟重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当然真的了，来看看你，也看看小陈。您宝贝女儿的眼光可是杠杠的。那就说好了啊，那我们就过2天见了。拜拜。拜拜。岳父岳母要来看他女婿了啊！我一定要好好表现，给到他们惊喜，一定让你爸妈啊不，让咱爸妈对我赞不绝口。看到我第一眼就觉得这就是他们想要的金龟婿。都爸妈啦，有啥子不对吗？你现在可以呀，啊？人家割韭菜都割散户、小户，你割韭菜，割熟人、大户，你差点把我给割了啊！我怎么舍得呢？哎呀，原本想着大家一块儿发发财，哪知道呢？行情如此，我也没办法。你也知道，买我公司股票的都是些熟人，现在烦死了，手机也不敢开。这时候想到我了，我就待2天呗，怎么，不方便啊？我真要清静，还是得去国外啊。你就待2天呢？行了，我打个电话，出去打个电话啊。你现在的情况，我个人觉得最好还是联系施总，施总一定有解套的办法。我旗下的股票可以随时回购的。好。王然，秦总，没想到吧？我也没想到。听说你买施总的股票了，还买了不少。施总呢？他怎么不接电话？在我这儿呢。他已经同意内部回购了，等着我解套呢，然后出国。想要解套很容易。兄弟，
第一次没有利息，可你这是第2次了。豪哥，上次谢谢你啊，这次咱就按正常点子来。正常点子。小涛，啊，别再这么混下去了。啊，你得想办法挣钱了。你知道没有钱的男人像什么吗？像个大鼻涕虫，走哪儿哪儿都烦。啊，考虑考虑，过来跟我。豪哥，我要还你的。哎呦，王小姐，久等多时了，快快快快，请坐请坐。我们小酌几杯。好。嗯。洋酒。白酒。哎呀，王小姐呀，鄙人呢上了年纪了，还请王小姐见谅。我先干为敬。秦总，很感谢你今天还愿意见我，这一杯是我给你请罪的。王小姐海量啊！秦总，你了解我的情况，我想让你给我指条明路。好啊，王小姐有所不知，施总呢是我的好朋友，我当然知道他在哪儿了。但是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王小姐呢，还不是特别了解我。我这个人喜欢别人哄我开心。
王小姐应该明白吧？我有办法了，想和你见一面。秦总，我就想让你给我个准话，石总现在到底在哪里？当然可以。只要你满饮此杯，我什么都可以告诉你。王小姐，请吧。师祖就在重庆。多打2场练习赛也没什么关系。刀子瑶是帅，很帅，还是超级帅？帅死了！不过，其实我妈觉得帅不是最重要的，是吧？我也是这么觉得。我觉得帅对一个男人来说实在是太幸福了。一个真正的男人就应该可靠，有责任感，要有一种顶天立地的感觉，这才是真正的男人。涛哥，你是不是忐忑了？忐忑？我忐忑什么嘛？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有什么好怕的嘛？是不是？我堂堂正正做人，敞敞亮亮做事。再说了，像我这样的女婿去重庆市里面走上一圈，你爸妈也是有面子的噻。涛哥，你是不是慌张了？哎呀，你到底是怎么跟你爸妈说的我吗？我跟我爸妈说啊，你做的面特别好吃。没了。
睡醒了，睡得好吗？毕竟是第一次。我手机呢？王小姐要是报警的话，我想让你考虑几个问题。第一呢，这是我家，是王小姐大晚上主动来找的我，还拿着礼物。第二呢，微信的聊天记录也会证明我并没有撩你，甚至都没有邀请过你。第三，如果你把事情闹大的话，当然对我们双方都不利。我呢，会落个风流之辈，你呢，风骚之名。这风流和风骚二字，王小姐应该清楚吧？王小姐请我帮忙的事情，恕鄙人无能为力了。施总已经出国了，而且你的那只股票就在刚刚爆仓了。岁月你来你走不要紧，我像个旁观者静静看你。黑夜你来你走没关系，街灯和太阳一样都照亮眼睛。嘉陵江水你来你走别伤心，我和你一样从朝天门开始远行。你说你从远方而来，不舍的却只有憧憬。你每天从我脚下趟过，我记忆里就不曾有别的。喂，妈。你看啊，我和你三妹还有你们爸都到菜园房了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这就过来。好。刘克，那个王然现在联系不上，电话打不通，关机了。我现在家里有点事儿，这样吧，如果你联系上他的话，麻烦你告诉我一下。然然。然然，然然，你昨天去哪儿了？啊，你的手机从昨天晚上就一直没人见，到底怎么了？你把药给我看看，你买的什么药？买的什么药？王然，给我看看，王然，然然，然然，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跟我说呀！没事啊。小哥，明天陪我去趟医院吧。好。先办住院吧，然后做个核磁共振，
现在做核磁共振的人比较多，所以可能要明天才能等到结果，可以吧？好。来，把脚放上来，我给你做一个常规性的检查。钱的事我想办法啊。让咱爸先。刘科。哎，林一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给我妹妹办住院，你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陈涛呢？哦，我一个人来的，我感冒了就来看看，没事的，小问题。妇产科。哦，我有一个医生朋友在这儿，我跟他今天约了饭，然后我等他下班呢。哦。你忙你的去吧，我没事的。去吧去吧。哎，王然跟你联系了没有啊？还没有。那他如果联系你，你记得给我打电话。好的。那我先走了。去吧，拜拜。拜拜。三妹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儿，医生说脑血管狭窄，不严重。那就好。明天呢，我们去一趟，去看一看，顺便看看你父母。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老实回答。你是不是没做安全措施啊？店里的消防都过了，什么安全措施？不是，我是说刘科。我今天在医院看见刘科了。他去医院干嘛？他说他感冒，可他却在妇科的门口，而且说话吞吞吐吐的。他是不是怀孕了，想给你个惊喜啊？这是你的检查报告。谢谢啊。哎，陈涛，你干嘛呀？哎，没事，没事，你怎么不说呢？我没事，挺好。他没事，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没事就行。没事，对，回去吧，回去吧，走。站住！回来。哎，晚上咱们去吃那家串串吧。单子给我。我的。啊，他的。拿来。林成，林成，你去哪儿？哎，你别去，起来！哎，成哥，你别冲动。你去了没用，你去哪儿？你听我说，以和为贵，这样解决不了。或者你告诉我，你去哪儿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嘛。你别冲动。你冷静一点，你这样子一点用都没有。你告诉我你去哪儿，你说。起来，起来。涛哥，现在怎么办呀？我去追他。很奇怪，在我那么难过的时候，我最痛恨的，居然是我自己。脑子里反反复复出现的都是“咎由自取”4个字。其实从那次为了完成冰姐任务，去找秦教授开始，就注定了这样的结局。急于求成，自作聪明的代价，就是这么残酷。
什么？昨天晚上那小厨啊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国峰，小辫子！保安，怎么放你来的？如果不能达成庭外和解，那么刑法规定，造成毁容、残废的重要伤害，会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那么现在这种恶意伤害，则会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。我这边努力，乐观预计，林奕成会判2年到2年半。陈涛是从犯，但是他有前科，所以可能会判半年到1年。虽然庭下和解的可能比较低，但是还要努力争取。一旦上了法庭，我再怎么努力，无非就是减几个月刑期，其实没有太大意义。我还有事，我要先告辞了。谢谢你啊，铁律师。哎，不客气。你慢走啊。哎。妈，宝贝儿，哎呀，爸，哎，科儿，你说你们来了也不让我去接你们。嗨，打个车多大的事儿啊，省得你跑来跑去嘛。哎，小陈呢？哦，涛哥忙工作去了，特意嘱咐我们2个来接你们。啊，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！嗨，你们2位是？哦，陈涛是我们俩的大哥，我们俩是陈涛的小弟。哦，那陈涛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拘留所嘛，待不了2天就回来了。拘留所？干嘛？打个架而已，你大惊小怪的。小事儿，别担心。打架？刘科。怎么样才能庭外和解？你跟我？不可能。谈事儿。他判你多少年，你就跟我多少年。神渣！
冰姐，我现在才知道代价有多大。他只要进去了，不论是2年还是2年半，他的人生就全毁了。你说你呀，你都这个境地了，还想着别人呢？冰姐，他对我来说不是别人。还有陈涛，他的兄弟，他要是进去了，我闺蜜的婚事也就毁了。你说，我要怎么帮你？我们当时跟秦教授合作开发的滨江花园，他负责的那片区域有偷工减料的违法违规行为。当时我提醒过你，你暗中去调查过。我想要他的那份资料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能跟他去谈判，作为筹码，让他放弃起诉。王然，面对一头猛虎，你要震慑住他，手里掏出来的应该是一把枪，而不是一根木棍。您的意思是那些资料威慑力不够？对呀，秦教授是有一些违规违法的证据在我这里，但这只老狐狸都是安排子公司去做的，这些证据可以撇清我的责任，但是对秦教授来说，造成不了多大的威胁。冰姐，我已经别无选择了，手里有木棍总比没有强。木棍不仅不能造成伤害，还会进一步的激怒猛虎。所以你现在要做的是，找到那把制胜的手枪。你让我们进去吧，秦总，我们进去嘛，秦总，我们来一次不容易的嘛，秦总，求求你了，国峰，求求你了，让他们进来。秦总，我是林子他妈，这是他爸。秦总，我儿不懂事，你就原谅他吧。那些东西，秦总，我求求你，我还是给你做牛做马，我报答你，秦总。您二位的心情呢，鄙人很理解。这东西就先拿回去。鄙人呢，倒是有一个救您儿子的办法，不知道您二位可听否？我听，秦总。